了含这个3肉种的美国猪肉，每年的元旦就要来进口。为着要让民众安心，卫福部是要求猪肉相关的制品拢要有标示。部长陈时中嘛指定台北市的迪化商圈要来做示范点。华视新闻独家来掌握到这猪肉的标示图已经出炉了。针对这个散装的、甲加工的猪肉制品，也有针对餐厅甲猪肉搭，总共有这3种无同款的标章。食药署选定迪化商圈作为猪肉标示的示范点，也给了3种不同的标签形式，在不一样的产品上有建议使用不一样的标签范本。相关的辅导员沿路咧宣导，说明讲20类散装的产品拢要写来源公。假设你们是用台湾的，好了，那就写台湾，那就在标示在清楚的地方，让消费者知道。特别是有卖猪肉的，是外国猪也是台湾猪，业者要搭伫真明显的所在。食药署昨已经甲相关的代表开会教育训练，散装搭货肉干用这个方式直接写是台湾货。小食店市场猪肉嘛是同款。若是有卖加工品，像讲贡丸用是美国猪肉，还是水饺用是台湾猪肉，拢要一项一项写出来。做清楚的标示，我想大家在这边的食油会更加的安心。要标示很清楚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一定要用公版的，你自己制造也可以。业者私底下表示讲，17部长陈时中会带队来看，所有的店面拢会搭好好。食药署就讲，会收集示范店的业者、消费者的意见，对这个标签形式做修正，让消费者伫消费的时较安心。